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翠暗实名制3.0，早起8点正式来就路。打来买翠暗有3种的方式，一种去药房买，一种伫咧网络顶买，搁一个就是今仔日开始做的，到超商去注文购买。提健保卡到超商，用数物机来注文，速度真紧，只要30秒。若是老长辈袂晓用，会当请店员来帮忙，安尼就免去排队买翠暗，遐尔辛苦咯。不用查，对啊，先试看，不用查。我们把每一条路都走一遍。上路第一天，节目委员唐凤就来到超商实际操作，看是毋是有需要修改的所在，互大家买翠暗更较利便。因为它读卡这个机台没有登好。注意每一个细节，因为实名制1.0需要去药局排队，2.0对老人来讲有难度，这回3.0登场。为了保新北市行政院长拢推出容易了解导水，超商再升级功能，只要健保卡一插入，免1分钟完成抽奖，白单自动印出来，搁摕去柜台缴费，一定就这么方便。我不会用。小姐，想要用第3波健保卡领口罩吗？是。那你帮我麻烦按这里。哦。就算老大人真正袂晓使用数务机，嘛会使请店员到3工来操作。若是分摊邮局的负担，大家买翠暗免搁再浪费时间。